由市府补助北区公所500万工程经费，伫咧希望公园中央绿地打造大约100平特色游戏场，会当互青少年学童会当伫遮自由走跳。场内设有各式各样体能训练设备，不但趣味，嘛真有挑战性，真适合青少年来锻炼体能。在这个游戏场里面有各式各样的，你可以说体能训练，也可以说是锻炼，哦，那也有蛮高的趣味性哈，不管是这个蹦床，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绳梯啦，或者是相关的攀爬设备，其实都是蛮适合的哈。那这个有一些部分是适合6岁以上的人，有些部分是适合12岁以上的人。那因为12岁以上的主要是以青少年为主了，但是成年人像我这样子，刚刚也玩了好几样了哈，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对成年人、对青少年来讲都是蛮适合的。希望公园赞。当地里长林胜段表示，过去这是一片草地，现在改为青少年走跳游戏场，也予北区加了一位专为12岁以上青少年朋友锻炼所在。这边只是一个小朋友一个绿色的草皮，有小朋友这边踢足球啊，打羽毛球啊。起码改造安尼，你感觉呢？比较好啊。怎么说？当然要多一个特色公园啊，特色的有，因为整个北区只有这个地方有12岁以上的，国中生、高中生可以攀爬的，其他都是小朋友的溜滑梯而已啊。现在多这一个特色哦，大家都会很羡慕这边。北区区长李丰兴表示，希望公园特色游戏场是经由当地里长林胜段、在地居民以及公民团体多处协同讨论，并听取亲子家庭的需求，打造符合游戏场设计规定原则下进行改造设计，而且也无移除公园内任何一丛树木，维护自然环境。公所将伫明年陆续进行北区特色游戏场改造，届时将会搭配无同形态主题，甲大家见面。提供予亲子家庭过一个优质休闲选择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